想炒幣又要安全，第一步，記住開戶嗰陣一定要用我下面呢個專屬邀請碼，賺到即時有20%手續費折扣，住數又有保障。第二步，千祈瞄好偷懶，完成 Bybit 嘅實名認證，只需要 upload 身份證，幾分鐘搞掂，令你資產更安全，有嘢發生都可以有保障。再跟住做埋自拍認證，自拍一張，確認你係本人操作，極速升級你賬戶安全級別，呢步都好快，無好 skip。第三步，一定要開2步驗證 ，2FA download Google Authenticator， 綁定你 Bybit 賬戶，每次登入都會要 one-time code， 即使密碼俾人 hack 都冇咁易入你戶口。最後每次做重要操作，好似轉錢出嚟、提現，都要 check 返 email 收到嘅6位數字安全碼，記得要親自 check，同時令戶口更穩固。